新竹市去年推动修复柑仔店的计划，已经修理300多件家具、电器，继续来使用，受到民众肯定。今年更进一步和民间的合作，规划免费的维修咨询、讲座，也有实作课程，带大家做伙来体验修复的趣味，甲推广小米做环保的精神。手提技师专心修理电器用品，有40多档修理经验的家电师傅。透过双手，让每一项歹去的电器，搁再换过来。伊讲，其实足侪物件只要修理过，就当搁继续使用。大概若看到有人甲干那小可歹去的物件单掉，就感觉足唔甘。看了艰苦，因为这是咱老岁仔的，阮一个做技术修理的物件的一寡玩具，算咱囡仔玩具。比如讲，你囡仔玩具等下算你家己单掉，你敢好？这顺了就安尼。是刚刚做拍算。对。新竹市去年发起修复柑仔店计划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修理300多件的用品。今年按算要扩大计划，甲清华大学团队以及民间合作，希望落实环保、小保、资源循环再利用的精神。最多的物品嘛，其实就会是电锅、电风扇、吹风机，还有 CD player， 大概是这几样吧。对，那其实电锅是最简单的，他们其实常常都会是温度保险丝就是烧断了，所以说我们换一个新的上去就可以了。让我们生活里面的产品能修就不坏，来达到节能减碳。修复柑仔店除了提供民众摕歹去的物件来免费修理以外，今年还会举办亲子维修比赛，希望透过活动，让民众体验修理的趣味，也培养大家以修理代替现实的好习惯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